来测试，来测试，来黄色，来黑色，来蓝色。来牧师，牧师，来诗会哦。
来私会。OK， 好。哎，牧师，主席。
家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伫透早礼拜日头一日，伫即礼拜头一日，咱组织伫遮来三甲敬拜上帝。头早入来，大家拢看讲天气寒啦吼，所以衫拢穿真济款，其实伫教会内底就变做真烧热吼，所以咱用这个烧热的心情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。咱请牧师带咱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爸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过去的日子，你带阮一步一步行伫你稳定的路顶面。这个时刻，阮组织伫圣殿，恳求圣神的帮助，互阮搁一届来甲你相拄，互阮搁一届对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感纳，对阮的祝福继续施落伫阮每一个人身躯顶。这时，阮恳求你看顾天气寒冷的时，你的听伫阮的内面。嘛，看顾遐也未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保守因一路的平安，无论因伫倒落，主你拢甲因同在。阮恳求信心的引带，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互阮甲你相拄，领受对你下来的祝福满满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咱来今日咱的练诗的时间吼。咱第一首咱来唱圣诗505首，就是咱的月圣诗。吼，咱这礼拜已经唱到第4礼拜啊，吼，所以应该是正熟吼。咱第一节来唱一遍。第二节，我要听啦，无分对敌甲朋友，我要施舍，诚心无求报酬，我要谦卑，在我心心之软弱，我仰望，主听人喜乐，我要享受，主无有赞叹。这首诗拢总3节，其实这个作曲家、作词家、作词的是，伊讲伊啥会想到这首圣诗？其实咱对这首圣诗3节内底。咱会当看出所有基督徒的品格品格，大概拢伫这首圣诗内底。所以伊讲伊原来咧写这首圣诗的时，伊是甲伊的会友咧讲到圣经，咧介绍圣经的时，伊忽然想到讲，到底咱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态度是啥？所以伊就写这篇出来。寄予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看了嘛真感动，就甲寄出去外口去投稿，结果成做一首真出名的圣诗。所以这首圣诗内底，我感觉读者你甲真细字来读，伊所讲的，其实这首诗第一礼拜出来时，我就讲这首诗无讲伊是对哪一个圣经摘出来，但是伊甲基督徒需要的品行完全讲甲真正好。所以我感觉这首诗写了真好，嘛互咱真大的启示。第一节咱过来唱一遍，我要重视。
思想歌词的意思。我要忠心，无辜人的信任，我要顺从，因为有人关心，我要坚强，面对世间真苦难，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，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第二节。心心真软弱，我要仰望，何处听人喜乐？我要向上，何处听有赞扬？好，咱过来念另外一首《圣诗》26首。啊，阮感谢上帝。啊，其实这首诗歌咱定定伫吟啦吼。啊，各家歌词嘛真熟吼。啊，咱若真熟的歌，咱就来想一下伊内底的意思吼。啊，来第一节，啊，阮感谢上帝。啊，阮感谢上帝。吟是对心地，主行奇代志，万民了伊做欢喜。阮对舞台出世，伊就是好无你，因伊无所忍耐，今日要得款待。第二节，本就是阮上帝，你先甲阮上帝地，赐阮喜乐心肝，耶稣平安甲阮大，因伊恩惠保守。艰难得着解救，带阮脱离灾厄，天灾煞到将来。这首诗歌，这个牧师伫写这个诗歌是一个德国牧师，拄好是伫马丁路德教会改革了后迄段时间。啊，照咱所知。教会马丁路德的教会改革，其实不但是伫教会的改革，伫圣乐、教会音乐的改革嘛是真大。以前拢是唱一部，咱即摆有4部，都是伫马丁路德改革了后，才有分4部。啊，分4部意思是啥？女高音、女中音、男高音、男低音，意思讲是大家人拢有当做一届来有分伫这个事项。所以分做4部，啊，以前是干那一部，拢是修士伫唱，甲小朋友做伙伫唱。啊，落尾分做4部，啊，所以对音乐的改革真大。啊，伫迄阵另外一个改革就是讲，伊甲圣诗内底的内容融入时事，就是讲当时的世界的情形，也是讲你当地的情形，伊就甲融入这个圣诗内底。这首诗歌。伫马丁路德教会改革了后，伫德国其实有30年的小战，战甲真严重。这个牧师讲，
伊算小迄阵的时间，伊拢总替4800个人施行葬礼，上济是捌一天40个人，40场的葬式。伫迄个情形下，伊写一首诗，讲但愿感谢上帝。我毋知影这个牧师一天若爱40届的丧礼，伊讲但愿感谢上帝。所以这首诗歌落尾真做真侪国家，也是真侪国家的基督徒感恩节的时，伫唱这首诗歌，但愿感谢上帝。咱做一届，做一回，过来体验但愿感谢上帝。第一节，但愿感谢上帝，出声音是对心地，主行奇异代志，万民领伊做欢喜，愿对舞台出世，伊就赐福无离，因伊无所忍耐，因伊要得权。第二节，阮就是阮上帝，一生甲愿上帝地，赐愿喜乐心肝，耶稣平安甲愿大，因伊恩惠保守，艰难得着解救，带阮脱离灾厄，现在刷到上海。虽然唱遮一摆，但是我实在是无法度体验40几人的葬式了后，伊要写这首诗。咱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咱过来唱圣诗395首，圣诗395首。牧师今日讲的诗拢是感恩的诗啦吼，我毋知影甲伊讲倒来有关系，互咱入去听看卖。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第一节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受你引带，到你三更，心内罪恶对你认清，为主无悔，那地世情。第二节，愿你所要我命真理，日愿心内结好归期，献出仁爱最好模样，引带人灵魂得救。第三节，轻声来唱。完美是山，救主赐福，阮个的人，主因快乐，诚实因带，甲阮同对啊，对对固执，天命一样。请咱闭目先来开始今日的敬拜。
什么人敬畏耶和华？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。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，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。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亲密，要将伊的约指示因。我的目睭常常望耶和华，因为伊要互我的脚脱离罗网。这是同齐来吟诗，圣诗505首。新圣诗505首，我要重视。我要重视，无辜负人的信任。我要纯真，因为有人关心。我要坚强，面对世间正苦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圣诗505首。请坐。这是同齐用使徒圣经来重申咱对主的根蒂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。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同齐来启用，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用文第17篇。启用文第17篇，也就是诗篇65篇。同齐来启用。上帝啊，人着伫锡安称赞你。
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做压倒我。你所竞选，互因称群你，住伫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灌溉田园，收平土地。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，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，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地。草埔用羊群做衫穿，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这是同齐来吟诗，圣诗26首。圣诗26首，答愿感谢上帝。答愿感谢上帝，出声吟诗对心底，主行奇异代志，万民掠伊做欢喜。阮对舞台出世，伊就赐福无离，用伊无数人来，今日也得款待，请起立吟全首，圣诗26首。答愿感谢上帝，出声吟诗对心底，主行奇异代志，万民掠伊做欢喜。阮对舞台出世，伊就是无离。用伊无数人来，今日也得款待。阮就是阮上帝，一生甲阮上帝的，赐阮喜乐心肝，耶稣平安甲阮大，因伊恩惠保守，感恩了高求，带阮脱离灾害，现在山到将来。感谢一切归乎白上帝，也归圣家圣神，你嘅官将你万民，三应我上帝，上赞天无地耶。天在天来敬拜，永远无路敬拜。请坐。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阮知你百比万面，在春天的时，在阮身躯边有侪侪花咧开，互阮的心欢喜。我嘛看见树仔经过一个冬天，因落叶，但是即摆咧布新意。
主啊，你是慈爱守约的上帝。你所讲的，你所宣布的，你的确正伊，你的确守伊。主啊，在台湾这个土地，阮面对侪侪的困扰问题，已经持续真久的疫情，互阮的生活拢变款。即摆阮阁拄着禽流感，阮的鸡肉、阮的鸡卵拢咧起价。我嘛面对全世界，若亲像有战争的迄种压力咧升起。即款的消息伫阮的生活中，拢互阮袅袅喘，因为阮实在毋知明仔载会怎样。但是主啊，阮实在是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约伫阮的中间，你透过基督耶稣的保费洗清阮，互阮知，阮未来每一工，你拢甲阮相甲伫地。伫阮困的时，你互阮安稳自在；当阮醒的时，你互阮充满希望。虽望伫即段时间的中间，侪侪困扰，常常互阮失去笑容。互阮的心中嘛无平安，主啊，迄是因为阮无自信伫你，求你的圣神进入阮的中间，进入阮生活的中间，进入阮温密的所在，除去阮的惊吓，互阮专心仰望你，亲像阮即时来到你的殿院敬拜你，这是偌尔好，偌尔平安。恳求你帮咱带领。互阮将即个平安带到永远，也将即个信仰传到阮的后代，带到阮的厝边的面前。祈祷奉主耶稣叫圣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平安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的旧约创世纪第9章。创世纪第9章，咱要对第8节看到17节。创世纪第9章第8节。上帝甲挪亚甲伊的囝讲：我甲恁以及恁会好的立我的约，也甲遐个甲恁伫地一切的活物，就是甲恁伫地的飞鸟、精星、一切走兽，既若对大船出来，地上一切的走兽立约。我甲恁立我的约，既有肉体的。无搁互大水灭无，也无搁有大水毁坏土地。上帝讲：我甲恁，也甲遐个甲恁伫地逐样的活物，所立永世代约是有记号。我将我的庆下伫坟里，通做我甲地立约的记号。以后我互坟起掠地的时，要有庆出现伫坟里，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样有肉体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永无搁泛滥，损坏一切有肉体的物。庆要出现伫坟里，我要看伊，互我纪念上帝甲地上逐样有肉体的活物所立永远的约。上帝对哪讲？这就是我甲地上一切有肉体的物所立的约的记号。读圣经到伫遮，只是请圣歌队来赞美，因所要献的喜事，伊要牵我手。
请牧师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永久的记号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拜上帝伫你面前，愿感谢你保守看顾，愿一时自责，愿你甲阮同在，互阮明白你要对阮讲的话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稳定的中间，阮有勇气、有气力，继续向前行。这是恳求信心引带，互阮伫你的听内面，阮来领受对你的话语中的祝福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前2天啊，看到一个新闻吼，伊咧讲，咱台湾即马迄个公共电话吼，咱以前有公共电话记袂？有嘛吼？伊讲吼，迄个新闻讲，即马公共电话减少啊，足少的啊。以前是可能咱一条路顶面吼有几多个公共电话，你出去，你若有要紧的代志，你要用公共电话来才能甲人联络。伊讲即马少啊，但是还阁有需要。我就咧想起过去可能15年前吧，咱的迄个行动电话，咱的手机啊还未开始有的时，咱出去其实咱拢是用公共电话咧做联络。所以我咧时阵想讲，毋知大家还阁会记得一件代志，就讲，咱过去要出门要去到外地的时阵，也是讲咱要出去佚佗的时阵，比如讲，你要去到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的时阵，你会做啥代志？我毋知恁会安尼做袂？会显地图袂？先甲地图显呢，看咱要去的迄个所在，伊的迄个路是安怎行，然后呢？咱可能会讲啊，我要去到台中一个饭店，咱甲迄个饭店联络者，后知影讲出火车头了后，咱要安怎去到迄间饭店？当确定了后，你才会出发。即款的经验，我想咱在座大部分的人拢有。比如讲咱的好啊，咱可能坐公车到某一站落车了后，人会甲咱报路，讲啊，你落车了后，你往正边去行。然后你看到一间柑仔店了后呢，你就为头前正边迄第2条巷啊，第2条的迄个细条的路你行去。然后呢，爱经过一间吼有真大丛树、规排树的厝，了后呢倒弯，然后直直行到底，然后佫正弯。咱有这种经验无？有吼。总是伫安尼咧报的时阵，咱会火气袂？有哦，有些就毋知行位倒位去啊。所以伫即个路顶面，你有看到伊咧报时，拢有一个记号伫迄个所在，有迄个记号甲你帮衬。比如讲柑仔店，你才知影讲啊，我伫头前的正边第2条巷仔爱行入去，才有法度继续向前行，靠着每一个咧变化的中间的一个记号。咱才有法度行到迄个上尾咱要去的所在。伫遮路途顶面的记号，敢会一直存在呢？也是讲，遮个记号会改变袂？我想，用咱教会附近就好啊。这20年来，会改变有大无？有。所以伫你的记忆的内面，对以前到现在。有倒一寡是未改变的呢？伫今仔日，咱看到以色列人对上帝应允这件代志，因是完全的相信，而且因是一代透过一代，用口用讲的传落去，用文字会当记载传到今仔日，因守着上帝的话语。期待上帝应允来实现，所以甲当以色列人，因也搁咧期待着讲弥赛亚会出现。伫创世纪第9章，咱看到上帝甲拿咧立约，对人食了迄个分别善恶树顶面的果子了后，迄个罪恶就不断伫人的中间。罪恶毋那是伫人的中间尔，
伊阁确定到全地，伫上帝甲拿要立约的进程，上帝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无阁用大水来消灭地面上逐样的活物，包括人，包括走兽，包括飞鸟、精星等等的，总是伫大水了后，这个罪恶的问题，敢已经完全解决了吗？实际上，上帝予咱人自由的选择的这个权利，上帝予咱人会当家己来做一个选择。那呢，咱人会做什么款的选择呢？上帝心内知影，伊知影人咧细汉的时阵，伫人的内面都受到迄个邪恶的影响，因为这个罪恶犹原还阁存在伫这个世界的内面。所以，当上帝甲拿阿要立约的进程，上帝就先甲这个规则讲互清楚，佮一摆咧说明伊对咱人的期待，爱咱人毋通佮受到罪恶的影响甲掌握。所以大先上帝安尼甲拿讲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祝福你甲你三个后生。这个祝福是对上帝开始创造这个世界，上帝创造人的迄个开始的时阵，对咱人的心意。上帝甲拿甲伊的后生讲：我爱恁生养济济的囝儿，爱恁一代接落一代，互这个全部的地上拢有人咧徛起，然后爱恁去管理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一切，就是这个精星走兽，伫天顶飞的鸟，伫地面上爬的这个虫，以及海里所有的鱼类。上帝甲拿因讲爱食所有的活物，拢会惊恁。因为我要将因交伫恁的手中，以及你的后代，互恁来管理。所以上帝伫这个所在，甲哪讲，毋是第一摆讲，是搁一摆讲人有管理的这个权利，人嘛爱对这个自然界爱有责任，因为这个管理甲责任是对上帝所予因的这个管理的。上帝毋是安尼甲哪讲尔，上帝要阁互人阁较侪稳定。过去上帝将这个菜色互人做食物，对这个时刻，动物嘛诚做人会当食的食物的一项。但是上帝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绝对袂当食带血的肉。因为生命伫这个血的内面，有关这点，有一寡学者因会认为是，因为上帝应允人对这个时刻才开始食肉，过去无，即马才开始。有另外一种观点是，人伫这个进程就已经开始咧食肉，上帝伫这个时刻。特别摕到人会当食这个动物的肉是，要甲哪讲？毋免因为伫进前将这个动物带入去这个大群的时阵，有一个数量的限制，看起来有淡薄仔少。那食了后，这个动物可能就无啊，就绝种啊，就毋敢食。不论是倒一个观点。伫后来以色列人的传统的内面，肉袂当带血来食，因为这个血代表着动物的生命。当然，即马咱用科学的角度来看，真正有伊的根据伫的。有时咱讲这个血其实是无清气的，迄嘛是真正的。无论安怎，上帝互人的保护，上帝互人的保护。
所以上帝宣告，无论是甚物人，连动物嘛共款，要互互拿阿甲伊厝内底人流血的时阵，互因失去性命的时阵，上帝要用因来追讨因的所犯的遮一切事。要用遮走兽，也是人的兄弟，来追讨人的性命。所以这中间讲到，若互人流血，嘛会互人所流。迄是因为咱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，上帝要保护伊所创造的人。所以当上帝甲甲伊的囝儿讲因毋免因为伊要展开一个新的生活，要面对未来的挑战的时阵，有可能因会遭遇到危险的代志，咧惊吓的事。上帝甲因讲恁毋免惊，因为我甲恁同在。所以上帝搁一摆伫经文内面爱提醒因，嘛是应允因，爱因去做的事，爱生养济济，伫即个地面上生团搁较济，一代一代连续落去。当上帝甲拿立约进前，咱看到伊真清楚，甲伊要互人的即个祝福，要互咱所领受的祝福，对行出即只大船，互伊会当向前来行。所以上帝甲伊立约，要立约进前一寡条件，拢讲清楚啊。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嘛是定定甲人咧立约。咱想一下，咱有定定咧甲人咧立约无？比如讲，咱咧买一个厝，咱咧买汽车，咱咧银行开户贷款借钱，咱咧网络顶面买物件，咱咧买一寡厝内底要用的遮的家电，也是咱去超市去买菜等等的。实际上，咱拢生活伫即个契约、合约的保障的内面，也是讲咱伫公司，咱看咱公司咧甲公司中间的交易的中间，拢会定一个契约。那牧师要问的是，咱生活中既然有遮多咧订约的即个时刻，你敢有真正去详细看，以及了解即个合约也是契约的内容无？一般来讲吼，若是我可能会伫金额较大的即种买物件的时阵，也是较重要的时阵呢，也是讲即个真正有影响到可能未来我的生活的时阵，我才会去了解讲即个契约内底写啥物，我才会去了解讲对我的保障是写啥物，也无像我若去一间全国电子买一个物件，我可能袂看伊迄个条文，因为咱买就走啊。总是咱爱去了解即个合约的管理规则了后，咱清楚明白，而且有看到白纸黑字写落来时阵，当咱双方拢同意的，咱才进行即个契约的签约。那讲较简单就是。今仔日，咱若去菜市仔买菜的时阵，我毋知恁买菜习惯是安怎。你敢会去到即个菜市仔即担的时阵，你会问讲，即个是偌济钱无？咱有的人会问，有的人袂问。当头家讲这一斤偌济钱的时阵，你就讲好，我接受，你互我几斤，咱的买就成交。也是讲你真习惯。你就食菜摕，互头家算钱，头家讲偌济，你就付伊偌济。无论安怎，我想即个买拢是建立伫一个信任的关系的顶面。伫咱日常的生活中，咱拢看起来拢伫即个契约也是合约的运作的内面。即个运作维持了咱人甲人中间的互动甲关系。那呢？上帝甲拿所定的即个约，
嘛是上帝要甲咱人维持一个关系中间的一个方式。立约有无共款的层面，有的约是顶面对下骹的关系，有的约是两个平等互相的约，有的可能是下骹对顶面所要求的。那呢，上帝甲咱人所立的约是倒一种呢？这个约，伫上帝继续对拿阿以及伊的后生所讲的话中间，咱会当来看到。上帝讲：我即摆要甲你、甲你的子孙，甲这伫船顶要行出来一切画面，要来立约。这所谓画面，我要甲恁立约。这个约是双方所讲了后才来定的吗？毋是，伫这个约的内面是上帝决定的，是另外一方面敢若会当接受尔。这种约，咱讲的是一个宗主条约。一般来讲，这种的条约、这种约的内容，拢是咧规范迄个下骹的。爱来尽的义务，应当做的遮个代志，是为着咧保障伫顶面的人的利益的。上帝甲咱人立的约，毋是要为着上帝的利益。虽然上帝对顶面甲咱人定这个约，总是伊是为着人的益处来定的遮个约，所以。这个约，咱会当看作是上帝应允，是所有的遮个画面有好有歹，袂阁互大水所浇灭，嘛无大水来毁坏这块土地。虽然上帝甲咱人立的约，无亲像咱即马有白纸黑字写落来，然后双方签名画押，无安尼做。这是因为上帝主动提出来的约，那呢，这个约要有一个记号，来确定这个约已经成立啊。这个记号就是上帝甲拿阿、甲伊的囝儿、甲在场的所有的特有画面所立约的记号。这个记号一直到万代，这个记号。一直到万代是这强调着，伊有真长的这个有效期的。当天出现云彩，云彩的内面有星，这个约的记号就是这个星，是上帝甲伊所做的这个世界立约的一个根据。这个约无这个合约书。这个约的记号是星，在证明这个约的存在。所以上帝讲，当这个记号出现的时阵，上帝就纪念伊甲拿阿，以及所有有好有歹这画面，甲因所立定的这个约。大水袂过来，这是上帝伊所承诺的约。伊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伊是要看到伊所做的这一切的利益。上帝对人所讲的话，是爱让咱人知影，上帝一定会去行伊要做的这一切代志。上帝承诺，上帝承诺了，他必定守这个约。所以咱讲这个约是一个轻的约。是上帝甲这个世上所有的画面所立的记号。当上帝将这个世界整理、重新开始，他是要为着恢复伊原先创造的迄个样貌甲次序。人对哪一家开始，哪的三个囝？因就是全人类伫大水了后会开始，大水了后
新的世代遍满全地。那呢，以色列人的故事就继续会当伫上帝手中讲落去。庆是上帝的记号，是上帝对这个约的记号。这个庆所展现出来，迄个咱讲的光谱是真水的。所以科学家咧研究讲，这个庆若要出现，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伊要有条件的呢。这个条件就是要有雨落雨过，而且咧雨的这个内底，佫有迄个讲毛毛雨伫底，要有这个太阳光来照，而且迄个照的角度佫要真正确，才有法度看到这个庆。你要徛着伫一个真正确的位，你才有看到这个庆会全无伫的。所以，咱若咧看时阵，庆要出现，实在是无简单的。咱台北即几工拢咧落雨，但是咱无看到，因为伊要出现实在是无简单的。所以，当咱若看到这个庆的时阵，我毋知对恁的心内感受是倒一种。若是我所看到的时，我会真激动。有些激动到袂记摕相机、迄个手机出来翕相，就是咧伫遐咧欣赏，因为我知这个庆是上帝对人以及所有完美的约定，是上帝永远的伊永远的承诺伫底，是一个永远袂改变的记号。所以，这个约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。这个约有一个期限无？我想伫咱日常中间，确实有的约是有期限的。比如讲，咱咧贷款啊，咱讲厝的贷款可能是20年、30年；你若买车的贷款，可能是3年、5年，有可能有的是1年、2年。伫咱生理做了、结束了，这个合约就结束啊。所以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有迄种永远有效的、无迄个到期的日子的约无？这个约就是上帝的约，是一个无期限的。咱人甲人中间，咱也立约。然后一方面毁约，伊无要遵趁这个约的时阵，咱就讲按咱照合约顶面所写的，咱来行，爱赔偿的赔偿，爱安怎就安怎来做。但是人甲上帝中间的这个约，上帝袂违反伊所定的约，因为上帝已经真明确讲，伊会坚守这个约。但是咱人呢？咱人有可能袂遵守着这个约的规范。上帝已经知影，有人有可能袂遵守这个约的拍算。虽然伫这件大水进前，上帝知影拿阿是一个义人啊，但是伊的囝甲其他的子孙进入到这个世界了后，犹旧会受到罪恶的影响。人若是无遵守约的规范，伊就会偏离伫即个约的保护。当伊毁坏即个约、无信任即个约的时阵，上帝要用轻来提醒咱人。伊要提醒的是，上帝定义无要用大水来毁灭即个世界，是要爱咱人知影，爱记得上帝对咱人的期待甲疼。所以，当咱搁一摆若有即个机会去看到伫天顶有即个星的时阵，咱毋是干那看到迄个真水发出来即个光尔，咱是爱搁看到以及明白上帝甲咱所定的约。即个约是上帝祝福的应允，即个约是咧提醒咱毋通搁陷落伫罪恶的内面。星的约对拿阿开始，
这个约到今仔日拢无改变。伫遮尔长的时间的历史的中间，上帝无弃杀这个约，这个约犹旧继续存在伫地。虽然上帝伊讲，伊无搁用大水来全面毁灭人甲遮所有的活物，但是无代表讲上帝袂去刑罚人的罪恶。上帝犹旧不断透过真侪的方式，要将咱人对罪恶中解救出来。今仔日，咱对基督教的节期的内面，伊是一个大灾节期。大灾节期是一个自我反省以及悔改的时间，是咧承认咱的罪，以及咱需要上帝怜悯的一个时刻。这个大灾节期是伫初代教会迄个时刻开始的，是为着要来初信的人，因准备要进入到上帝恩典的这个时刻，借着悔改甲团体中间，互这个较隔离、较疏离的人和好的一个时阵。伊是对照着伫以色列人伫旷野有40年的时间的备班甲操练，伊是对照着耶稣伫旷野40天的试探。所以大灾节期是对过活者向前算40天，其实爱对拜三22号迄阵开始，就是开始咱进入到这个节期，进入到自我省察、悔改、祈祷、禁食的时间，互咱人会当来到这个上帝恩典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知影咱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。虽然咱讲过活者进前是主耶稣互人定伫出卖定伫12架的这个时，看起来敢若真震动，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有上帝要互咱的喜乐甲感谢的心情。所以当咱看到天顶有星的时阵，咱会当家己来反省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嘛会当因为真做上帝的囝儿，咱领受上帝的祝福甲恩典的时，咱献上一个感谢的心。爱记得，上帝是永远袂改变的上帝。上帝，伊是一个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，永远不变的记号，拢伫咱的心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阮知阮是软弱，阮知这个世界的罪恶还搁咧运行。总是阮倚靠着你，互阮的应允。阮看到迄个永远袂改变的记号，就伫阮的中间。阮满心欢喜感谢你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天拢会当更新，互阮的性命每一天拢有对你下来平安甲喜乐。愿主看顾，带阮头前的路站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咱来吟诗，回应咱的主。圣诗159首，圣诗159首，注点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注点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迷入我心神。少念你无停，你做我的光灯，
互我有光明。请起立，吟全首圣诗159首。主在我心内，无惊也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你令我深深照念你无停，你做我光灯，予我有光明，主做我智慧，予我通我靠，踏实去踮伫你手里照顾，你做我天父，我做你的囝，你甲我结连，我甲你同行。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，因为你属于我，永远袂毁。你是我一切，我要信靠你。你定的君王，世间无通比。你定的君王，予我为得胜。愿你带我到底，永踮天地。或是有艰难，也是大变迁。我断得住，永远无野心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备办心来奉献。
即时来读金句，请咱掀开咱的周报，或者是看咱的影幕吼，咱连续来念2解金句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，伫你的面前有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诗篇16篇11节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诗篇16篇11节。内州侍奉同工，内州的侍奉的部分，请咱家己来看吼。拜三查经祈祷会，咱所要读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13章。吼，咱有实体甲线上同步啦吼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吼，主理是科牧师，司会是陈定辉长老。来下礼拜咱的主日礼拜是张书聪牧师。伊的题目是圣神的工作，圣诗金句这个部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伫报告的大声，请咱先来介绍新朋友。今日无好，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的部分，咱来看咱今日的报告。下主日3月5号，互咱邀请张书聪牧师前来正道。张牧师的简历在下骹啦，吼，咱家己来看。吼，第二是3月5號，科牧師要到萬豐教會來主持聖餐。第三是兒童水學的通知，兒童水學新學期倒球班甲手作班要第3月5號來開班，歡迎若還無填寫會當到1樓的櫃台來填寫。第四，咱室內戴手安的規定吼已經放寬，吼咱這就是照咱防疫中心的迄個要求，吼即擺已經放寬，總是雖然是放寬吼，但是遊園會當係在咱的家己來決定吼，要掛還是袂掛。第5是聖感事奉表，請各團契開始繳交下一季的聚會表，吼方便咱聖感事奉表安排。繳交的期限是3月15。第6是婦女團契通知，婦女團契要伫3月3號，就是國來的拜5，要去南門教會來參加世界公道日的禮拜。主題是我聽見恁對主耶穌的信心。世界公道日因每一年攏會選一個國家，為着這個國家來祈禱。今年是為着台灣，所以鼓勵大家若會當的，會當到。各位婦女會當參加這個世界公道日的禮拜。第7，中職會開會通知，下禮拜3月5號中晝12點半要召開中職會，請中職出席參與。第8，受洗禮前的迄個信仰課程，咱上課的日期定在3月12、3月26。上課的時間是每主日的下晡1點到3點。歡迎你若要準備要受洗，無管你是跟信禮，或者是你對這個信仰有興趣，要參加基要真理的上課的，會當佇1樓的所在，甲幹事來討迄個報名表，填寫煞以後，請你交牧師。第9就是咱3月份的受請，伫咱的周報的中間有刊登。你若是3月的受請，你的名若無喺頂邊的，請咱的幹事來更正。好，牧師補充一項代志報告。咱今仔早起來到教會，看到咱的舊堂頂面蓋一塊迄個防水布無？迄是因為昨區公所咧剪邊仔的樹仔的時陣，樹枝落落來，將咱一片迄個厝頂的瓦片拍破去啊！所以就一空為着莫互即個雨水滲落去內底，就要求廠商愛蓋迄塊布，有較歹。總是咱拜三了，咱會聯絡文化局，因為咱是歷史建物的即個保護的列管的中間所以愛聯絡文化局，才會當做線接落來的遮個動作所以嘛，為着即件代志，
咱为着来为这项代志祈祷啦吼，互咱会当进行一切顺利，这是补充的报告。这是咱要为着3月份生日的遮个兄弟姊妹，咱要来唱歌，甲因祝福，以及为因祈祷吼。咱请在座的3月份的生日的兄弟，恁会当徛起来，咱唱2摆，好，咱拢用台语唱2摆，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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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届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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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同心为着因来祝福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予每一个月拢有兄弟生日。伫即时，阮要为着3月份生日的遮个兄弟，阮来向因来献为着因来向你献上感谢。感谢你过去的日子，因带因伫你的疼痛的内面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过去的日子，你看顾保守因，你的恩典施落伫因的身躯顶。阮即时恳求你将加倍疼痛恩典伫因的身躯顶，嘛引带因头前所要行的路站，互因心中拢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阮即时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搁一摆拍拍欢迎，甲伊讲生日快乐，甲伊讲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这是咱的吟刷编的诗395首，395首至升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哈，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，吟全首。至升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受你引带，甲你相见，心内做我伫你面前，对主无话，他的世情，愿你所要。我命真理，你阮心内结好价值，献出恁爱最好无忧，因全人定阮地球。我要是山，求主赐福，阮苦的人，赐因快乐，诚心因带，甲阮同行，言行有志，应光。这是咱们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毋忘甲救赎，信心甲咱同在的扶持甲安慰，甲咱众人同在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。
咱彼此请安。大提琴的，它吸在那里，好像不是印差，它好像有个开关的样子。哈哈哈。